伫这抬杠节是咧，互咱心内有备办，准备要听候主耶稣的降生。今仔日要通过这个主题来甲咱学习讲，咱抬杠的意思是甚物？主爱咱伫这个抬杠节做甚物？愿主亲自互咱得到上帝所赏赐的启示，互咱伫这个教会里的进行，好像有一个节目，也毋过变成咱生命一个真重要的经历，也互咱甲主的关系更加亲密。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大声来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互阮伫遮三甲来组织服侍你。你的圣会是地面上的代表，阮通过圣会伫遮来聚会、来敬拜、来领受教示，也伫遮来互相学习、互相关怀甲勉励，也互阮看重每一个主日伫你面前的敬拜。因为阮毋是干那参加一个礼式，是因为阮甲主阁相拄，是你要亲自对阮来讲话，你要来提醒阮，你要来鼓励阮，你也要来祝福阮。愿阮所领受分享的，主你圣神亲自通过你的开力来感动，也来分享伫阮每一人的中间。感谢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伫即个抬杠节主日，咱讲听候抬杠，抬就是听候的意思，等待的意思。那是咱的教会里有即个叫做抬杠节，而且是一开始就有4礼拜，有4礼拜。咱会记得伫咱教会中间，咱有一站已经非常有一个成果，就是咱伫即个过活节的进程，咱有一个40日的祈祷，后咱家己会晓按部就班，知影要迎接主，伊为着世间人受苦，这受苦甲我是有关系，甲我的受拯救是有关系，所以我愿意用40天的时间持续甲主亲近。事实，这个抬杠节嘛同款有这个意思。不过常常咱伫这个抬杠节时，咱较会想着讲，都12月25啦，闹热的时间到啊，欢喜的时间到啊，分汤仔饼，囡仔较早闹热的时刻到啊，咱较会去想到这个。好亲像迄个欢乐嘛，无啥物毋好，但是对咱的信仰，若要有进一步较深入的学习甲理解，咱需要透过抬杠节这款的主题来学习。等下这个经节，我会阁请咱做伙学习我要甲咱做伙来思考讲，这个抬杠节抬杠节的这个开始伊的意义啦，就是讲主耶稣伊降生，咱基督徒要思考的是讲，伊甲咱的结连到底是对倒一个点开始？咱大概会当分3个点。第一点是因为咱伫迎接主耶稣降生，是要表明上帝无限的疼，耶稣是疼，为着世间人来降生。咱咧听候讲述，咱咧有一寡重大的代志，咱咧听候讲迄个目的是甚物？咱要甲完成。咱昨昏为着咱的教会青年意涵大家足老热来为着因来主持婚礼我相信意涵伫我真当前规半当前就一直伫准备这项事，甲教会、甲牧师做伙参详这种的代志。所以若是对伊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来讲，咱的意涵姊妹昨昏是伊重要时刻，所以伊就咧听候、咧备办，要甲这个婚礼完成，互伊真圆满，得到众人的祝福。耶稣降生，咱知影，伊是疼世间人，伊才会来到世间。第二是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就是爱重新转来咱基督徒迄个永远藏伫内底愿望甲拯救。这个愿望，咱知影，愿望为人的愿望是一个期待尔，到底会成就未成就？咱都有愿望，都有梦上水嘛，无梦嘛无法度咱有真侪人可能抱着一个愿望，但是无法度人确信到底会成就也无。但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咱是这个愿望是永远的，迄个拯救也是确信的。第三，
耶稣降生是咱迎子和好的时刻。和好的意思就是咱甲主定心结连啦。和好的意思是咱得到赦罪，咱得到赦免，所以咱也甲咱的中间所接触的咱所有的亲人、咱的朋友、咱所熟悉的人来过和。这个过和更较深的意思，嘛会使讲是这个社会过和。更较深的意思，嘛会使讲咱甲这个大自然来过和，互咱活伫这个和谐的社会，这拢是主耶稣降生的意义啦吼。但是呢，咱若是徛伫今仔日是一个2019年，伫这个所在，伫咱福音教会咧生活的基督徒，咱应该有这个，咱讲有一个较立体式的这个思考。立体式的思考是什么意思呢？迄个时空是一个跳跃的吼，因为咱一面在迎接主耶稣降生，但是咱已经嘛经历着主耶稣为着世间人受苦定十字架，为着主耶稣，又为着救赎世间人流出宝血，伊救赎咱基督徒救赎咱世间人来得到救伊搁上天，然后伊应允要搁再来，所以。今仔基督徒，咱毋是讲今仔圣诞节搞，咱干单纯庆祝圣诞节，所以抬杠这事实慢慢演变了，已经迄个听候是两个赞助的，这赞助亲像伫旧约内面所会受苦的百姓的听候，咱讲像圣经来讲伫黑暗的中间，咧期待这个光的临到，是亲像世间人活伫罪顶面的中间，咱的迎子。救世主弥赛亚来拯救咱，这是原来的愿望。耶稣来所以耶稣用道成肉体来到世间，是表示伊第一摆的来临啦。伊来到世间，甲咱见面，甲世间人接触，来道成肉体，伊也将救恩的这个管道、救恩的方向，拢甲咱讲清楚。后来。伊经过3冬的传道，经过行神迹奇事，见证上帝国的福音，伊也受了受苦，定十字架死，搁活，然后上天。伊搁应允讲你看我安怎上天，也要看我安怎搁再来。所以今仔日咱的基督徒的抬杠，都毋是干单纯迄个耶稣的出世。是整个耶稣要搁再来愿望，也包含伫即个抬杠节的中间。那安尼，伊的意思就非常的丰富就对啦吼。咱若搁倒转去想讲，抬杠节是安怎来的？初代教会差不多伫前300年，就是讲主后耶稣出世一直到伊上天33年了后，经过300年的时间，迄个时代你来看《使徒行传》咱知影讲，使徒行传大概就是耶稣的学生的经历嘛。头前是彼得，后壁是迄个保罗嘛。咱嘛无看到伊讲咱来庆祝圣诞节本后迄阵安怎庆祝圣诞，咱嘛甲学来庆祝，就拢无写咧。甚至若要讲因迄阵会知影通圣诞节，马可甲路加这个圣经一定会写。路加只敢若写讲耶稣安怎出世，安怎出世。伊嘛无法度通写讲耶稣伫倒一日出世表示迄个时代大家对耶稣的出世根本都无概念，因迄是事后的事嘛。大家发现到耶稣伊死了拯救，大家发现这个就是弥赛亚。弥赛亚33年前伊安怎出世也无问到也无讲到所以学生伊只敢若专心注意伫什么？迄个时代，因为耶稣讲：恁看我安怎上天，也要看我安怎来。所以大家心思拢是愿望。咱看去初代教会先大家会讲变卖一切的财产，对无？土地大家人呢组织一个所在，做伙擘饼祈祷，讲所有的物供应。事实迄个时阵的心态，就是咧等候等候耶稣再来。所以迄阵因注意耶稣的驾事受定过活，期待主耶稣再来。所以就无较注意到咧庆祝圣诞节。
啊，这是当初时初代教会的迄个时代的人的一个理解吼。后来呢，就是咱知影讲初代教会慢慢有一寡真有出名，也是讲因是受敬重的教父。教父迄是初代教会人对这个真有成就吼，也是讲伊伫教会资历真深，互人所尊敬的。因有写真好的著作。咱后来拢甲伊称呼做教父啦，比方像奥古斯丁即款的人吼，咱讲甲伊叫做教父，因为伊个大讲人才就对啦吼。伊甲教会历史建立得非常的水，互大家人通学习。因为咱知影讲对使徒了后，会通甲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基督的教示整理出来。毋只干那是保罗哦，吼，也是新约圣经哦，是后壁这教父安尼甲伊传授，因为迄个时代的知识，甲迄个时代资讯无像现在遐公开啊，所以这个人因就开始想，就是讲，因开始想讲，咱应该毋是干那在纪念耶稣的受苦哦，咱应该纪念伊道成肉体啊，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咧，这是一个奇妙的神迹，因为世间人无有第二件是安尼啦。所以道成肉体，伊用人的形象进入到这个世界奥秘。所以迄阵大家讲，因为慢慢发现讲，好像耶稣要搁再来，毋是咱家己想象的，什么阵要到哦，是你爱时时备办心哦，亲像查拉要来吼，半暝你都要注意哦。迄款的心慢慢伫教会中间，经过这个牧者，经过这个指导者，慢慢开始想讲，有时咱爱注意到耶稣的降生。咱来纪念耶稣的降生，因为伊降生是上帝显现伫咱世间人的一个开始啊！所以慢慢，这个耶稣的降生的这个信息慢慢传。但迄阵教会已经遍布足侪位啊，欧洲的世界啊咧，所以慢慢就是有两种的思考，两种的立场就对啦。两种对耶稣降生的这个立场开始咧对话吼。罗马教会就是咱所讲的这大公教会，也会使讲是这个教会主流的教会，也是天主教源头。咱顶落教会嘛是对天主教，到16世纪才开始演变过来。因伫第6世纪的时阵就开始用1个月的时间来过抬杠节。因感觉讲，阮都要用欢喜快乐的方式来听啊，好似讲，咱拄仔讲哇，新郎新娘要来啊，大家欢喜快乐要准备嘛，还用这个欢庆的方式来迎接耶稣的降生。这是大概是这个罗马天主教这个教会这个系统因有一款的主张。这当然有原因呢，这有原因呢，因为因拄则咱有讲前300年咯，大家唔知影耶稣是倒一日出世啊。嘛无啥物考古学去研究啊，也是讲迄个，因为耶稣出世是一个卑微的家庭，也无家谱啊，也无人出世去登记户口，讲甲记录什么时阵拢无啊。所以呢，就是初代教会有一个足出名的教父，叫做屈梭多摩，这个教父，伊就提议什么呢？提议这个教会当局也是讲罗马天主教，讲咱用这日来庆祝耶稣降生。这日什么日呢？就是12月25。12月什么日呢？原来是罗马因这个王国在庆祝太阳神的生日。太阳神的日就对啦。伊这个教父伊真有迄个咱讲在地化的思考，咱讲迄个信仰爱在地化。既然大家伫这个12月25咧庆祝太阳神，正讲真正的光毋是迄个日头啦，是创造上帝互伊光的啊。所以咱来敬拜上帝，才是真正耶稣基督才是真光啊。迄阵嘛目的为着要安怎，要改变因迄个在庆祝太阳神的节日事实是安怎？慢慢变做安尼车花宴乐淫乱真侪无好的代志拢伫遐发生。因为庆典就是大家借机会，人讲酒啉咧就要开始要乌白来凊彩就当这机会。好亲像讲咱台湾有咧流行讲过正时跋筊毋免掠迄种意思啦。安尼搁落去都无啥对特别是基督徒基督教真做国教了后，对无？基督教真做
罗马的国教就是皇帝接纳讲这个信仰所公开自由啊，所以伊就感觉讲，你要用信仰慢慢改变这个人迄种奢华宴乐来庆祝的姿势唔好，所以因就讲，咱当然是通过信仰的一步一步来解释，讲真正的光唔是日头啦，因为早时的人看见日头是真正是像伟大嘛吼，但是创造的是上帝，所以大家慢慢开始接受用12月25这日来庆祝耶稣的降生。但是原来就是一个欢庆的气氛嘛吼，所以当然大家是减掉遐个奢华宴乐无好的事啊，但是闹热的气氛嘛是继续有，所以咱所有的教会啦吼，包括咱东方慢慢对宣教师团来教会，大概咱拢用快乐的气氛来庆祝，对无？但是你也知影哦，世界有一寡教会因无咧庆祝圣诞节，若要庆祝圣诞节，因是安怎呢？因是用较严肃的心，用反悔认罪的心来纪念。所以你就知影讲，一个教会文化会影响到，包括咱台湾有一寡较小的教派，因的传统是对北未来，因嘛无咧庆祝圣诞节。因咱台湾长老教会对英国来啊，英国嘛是对即个主流的系统来，所以咱嘛是庆祝布置真水，圣诞花、圣诞红真侪快乐的事，这毋是甚物歹。但是呢，咱爱去思考着讲，到底咱咧纪念耶稣的降生目的是甚物？这个才是较重要。所以莫怪讲真侪人到尾误会到最后咱即嘛嘛拢真通俗咧问讲咧庆祝圣诞节是毋是迄个圣诞老人的生日安尼哇！圣诞人佫去耍咧，所以敢是圣诞节是咧讲伊，所以变做大家已经甲耶稣的救恩已经淡化去啊，感觉讲有也好无也好，加上迄个百货公司加上这咧卖做生意的人我甲你加推销落去意思讲圣诞节你著我趁较侪钱就好啊啦，剩的你要庆祝啥拢不管啦，所以即嘛伫百货公司，包括市政府因插的圣诞树比教会较大支啦。但是你知影讲目的是为着甚物？伊若已经变做咧宣传，变做卖较侪物，但即个庆祝耶稣的降生意义就拢无去啊。毋是讲袂使，但是迄就亲像一寡庙事咧迎神赛会啦到最后煞，哎呀，伫迄个所在咧相拍冤家啦，迄顶头咧呛赌来相拍。你讲这个迎神是要敬神，你若咧冤家相拍要抢呢？这款神感到会排斥安尼吗？有时咱基督教伫迄个圣诞节的神，嘛都爱思考这样事，定都爱思考咱个倒转来伫迄个信仰的本质，安尼才对。所以我讲，因为迄阵教会慢慢发展对北边去对东边去东方的教会，因的理解就无共款，因无有迄个罗马庆祝因太阳神老这个迄个背景嘛，所以因就另外一个角度咧纪念，而且因的圣诞节嘛，甲咱12月25无共呢，所以感觉真趣味北欧的基督教会强调用忏悔认罪方式来举行，所以因就推出的圣诞节进前爱禁食祈祷，来迎接耶稣的降生。表明是真实的心来悔改认罪，听候耶稣。有影，我的心变空，我的心清气，我的心圣洁，耶稣降临，甲我才有份我干那老热庆祝用家己的方法所以变做，甲耶稣的降生就无甚物特别的关联得到。特别是咱讲的东方正教，因选正月初6，有时是初7啦来做圣诞节。伊是安怎呢？是因为后来，因为咱知影讲，原来耶稣的出世都时间无人会晓了，毋知嘛。所以呢，因就是甲耶稣受洗，洗礼。耶稣洗礼，就是伊后来出来要传福音无互行洗礼约翰甲洗礼伊伫耶稣洗礼当作是伊一个正式神圣的显现就对啦。因为头前迄30当，耶稣就像一个普通少年人，甲老母做伙生活，做事。做目像安尼嘛，但是伊受洗，讲有圣神亲像钱有无？降临所以东方的教会感觉讲，若要纪念耶稣的出世，既然原来迄个日毋知甚物日咱就是用耶稣受洗
迄个纪念日来庆祝伊诞生，所以伊是两个意思合作伙的，出世甲伊受洗，所以用正月初六，所以当咱咧庆祝即个元旦的时阵吼，就是东方的教会开始咧庆祝，也是用纪念耶稣降生。事实呢，咱只原文吼，迄个咱只圣诞节，咱拢咧唱 Merry Christmas 对吧？吼，拢唱啊欢喜个。事实 Christmas 是两字英文合作伙，也是讲原来的文字是 Christ， 就是基督。即个 Mass 就是咱若讲天主教就知影 ，Mass 就是弥撒对吧？所以弥撒就是一个祭典就对啦。所以意思讲，若是原始的圣诞，即个英文的字就是耶稣的祭典，纪念耶稣的祭典。所以伫即个意思的中间，无叫咱车花宴乐的吼，无。所以咱基督徒若较明白这的事，咱就要开始上课，讲伫咱迎接快乐的圣诞节，咱毋免一直搁甲调工暗含起莫快乐，毋是安尼啊，是你搁较深入伫即个快乐的搁深一层去了解即个迎接耶稣降生的意义吼。大概有即4个意义。咱伫即2礼拜有看到罗牧师的文章内面有写到遮的吼，讲纪念主耶稣道成肉体。咱拄有讲，耶稣原来是天顶是上帝，伊正做人的样式降临伫地面上，这是第一次的来临。第二，咱思想耶稣为着人类的罪来死，因为咱已经是后代的人啊嘛，知影耶稣后来是为着世间人来死嘛。第三，纪念耶路撒冷受毁坏。因为耶稣伊上天了后，过差不多主后70年迄个时阵，规个耶路撒冷城拢受毁坏啊。过来就是咱现代的基督徒咧纪念耶稣要搁再来，要搁对天再临来审判。所以现在咱就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一面知影耶稣的降生，伊要开始施行伊拯救的道路。第二是咱知影，伊已经上天，伊完成救赎的工作啊，要来审判万民。咱已经爱用备办心好，毋是12月25耶稣再来哦，是随时耶稣要再来。所以咱用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咱要讲抬杠节，也想庆祝圣诞节，应该咱是讲，咱随时咧备办好耶稣要搁再来，第二次的再临。这是基督徒现代人上重要的事。那咱有时看到后壁面咱点着的蜡烛，事实伊内面的意思嘛是较倾向这方面啦，是一个纪念，是一个提醒。每一个主日，咱加点一支蜡烛，伫迄个即个抬杠的花环，即个圆圆，即个是叫做抬杠节的花环啦吼。中间有4支紫色的蜡烛，一礼拜点一支，伊代表什么？代表愿望，代表信心，代表喜乐，代表仁爱。来甲耶稣伊救赎的属性拢纪念伫遐。等25号迄日，咱才点到中迄支白色的蜡烛。中白色来代表救主耶稣基督，要来提醒咱基督徒准备心，用灵修、祈祷、反悔罪来准备耶稣基督的降生安尼。当然这是一张人画出来图吼，内面写了真清楚，写讲咱边仔有4支啦吼，中一支白的吼。这个抬杠的花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迄个青叶是代表生命的换新，这个圆圆的壳是代表永远存在永恒的愿望，这个圆壳搁这个青色安尼吼。蜡烛是代表什么呢？蜡烛代表意义是表示弃暗求明就对啦，放弃黑暗来行向光明，迎接主耶稣的降生。所以这个花环，这是算讲大概是咱西方的教会一直就流传的传统。当然，更较侪其他的仪式，比如讲圣诞老公公、圣诞树，有无有人写什么奖饼屋，迄拢是各地各国的基督教慢慢演变出来。这个圣诞节的花环，大概真侪教会，特别是礼拜堂中间，伊会感觉特别重视这项，因为一个小小的花环，该象征真深的意思就对吼。
所以兄弟姊妹，咱做伙思考讲太空节天后甲五芒这个拯救的时刻，若是对咱拄则的解释，咱就知影讲伊的意义真充满、真重要吼。太空节是一般的定义，就是讲对罪恶的中间，对自我迄个家己的旧的我，也是所讲对地狱来受透绑。太空节咱就是家己对领受这款的拯救，这个咱有一个确信。所以咱伫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礼拜上济吼，咱拄则咱的魏鹏长老祈祷中间讲有31位，应该会阁加几位，未确定就对啦吼。有人要欢喜受洗，事实就是咧印证着耶稣基督伊的拯救，咱通过受洗，互咱人对罪恶、自我甚至地狱中间来受透吧。若确实伫生活面呢，这太空节有甚物款的中间？特别是对咱每一个人的生活拢有关系。这个的意义是讲，你伫对负面的事物，比如讲最近袂顺遂啦，最近人足无爽快、艰苦啦，咱人生的境遇真无顺啦，你拢爱通过这个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得到透放、得到拯救。这是咱家己生活的中间。第二是为着你要得到更较好生命的这个品质，你要提升你生命的质量来受拯救。第三是上帝予你自由甲快乐来实现人生的目标。换一句来讲，信仰毋是只讲一个认知啦，是要活入伫你的生活的中间，伫生命经过耶稣基督所享受的5万信心、透放新约，予你看见你迄个无限的可能。毋是我家己靠家己快乐，也是靠我人的资源，是靠上帝的圣神的快乐，在帮助我提升。咱伫世间真多的事物，咱的生活、你的事业、你的科学研究你的运动，各种的方面，真多基督徒已经伫迄个心顶面在做见证。我虽然上帝予我聪明智慧，但是我做会到开到这啦，但上帝予我怜悯。甲帮助，互我超越这个我家己的极限，这拢是信仰太空的一部分。咱若看圣经内底，路加福音2章11节讲，今仔日伫大庇的城有一位救主为着恁出世，就是主基督。一位救主是主基督，为着咱来出世。所以咱若知讲耶稣伊的降生，也就是互咱有这方面的这个接纳，就是为着罪甲自我得到救赎吼。即咱头前小可有点历史啦吼。耶稣的降生是为着生命的捆绑得到自由，耶稣的降生是为着苦毒甲怨恨得到透放。意思这拢是伫咱生活面，伫咱基督徒的生活面，咱拢会面临到的，咱拢通过这个来得到帮助。罪甲自我得到救赎，是我个人甲主的关系。生命的捆绑就是我互世事真多的牵绊，包括。有一寡人互罪所捆绑，有人互即个无好的习惯，也是欲望所捆绑；有人是互毒品，也是酒精，也是烟来捆绑。这个拢是耶稣降生要互你得到自由的快乐。佫像是咱心中常常有怨恨，心中常常有艰难，心中常常有咱讲苦水喷射伫咱心内，怨恨咱拢要通过这个来得到透放。耶稣的降生嘛是要帮助你，对别人的错误的期待中间来得到透放。意思是讲，咱每一个人拢活伫检测家起生是父母的期待，到社会中间，可能咱的公司有顶司，也是咱的长官对咱有甚物期待。但当咱活伫人的期待，你家己无法当做家己的顺，你会感觉足艰苦，因为足压力足大。所以呢，慢慢你知影讲，上帝创造我的本质是甚物？有的人勇敢行出伊原来伊的生活圈呢，伊家己找家己的这个上帝予伊的命定。我顶日听到一个广播，真趣味。有一个女的吼，受访问啦，接受访问。伊讲吼，我原来是迄个医学院毕业的医生呢，吼。伊做一站了，伊讲我做袂惯势，可能伊的个性袂合。伊讲伫病院内底拢看到艰苦的啦、死亡的啦、破病的啦、开刀的啦，伊感觉讲心拢袂开发就对啦。当然伊可能无迄个感动，讲我是要救人嘛。
所以后来为陪因爸母的期待，伊走去创啥？走去做电视台的，咱咧迄电视滚啊台有无？迄种购物台啦，伊专门去这购物台咧卖物件，伊讲卖啊足快乐，鼓励人买物件，伊足快乐安尼。啊是安怎讲咧？我是讲，即款足特殊的个性，大家嘛是讲做医生足有社会地位啊，救人嘛是足崇高的。但是伊就讲，我个人的即个人的习性都无习惯啊。伊走去做购物台卖物件卖啊欢喜干，伊感觉足快乐安尼。所以真侪人嘛有可能伫歹习惯，遐罪的中间困绑着。所以咱进前咱有捌听过咱兄弟咧做见证。我要安怎对迄个无好的习惯来偷放？祈祷上帝互伊分解啊，酒无个啉啊，有诶是开始恢复伊诶健康啊。而且耶稣的降生是要互咱对惊吓死亡来伫偷放，这是一个上宝贵的祝福呢，上宝贵的祝福。意思是讲，一般的人拢对死足惊，但当你若甲永恒的生命结连做伙。你知影我活伫世间有任务，上帝予我即个责任，但是我有可能我会年老，我会病痛，到最后会衰微，甚至肉体生命会死。但是即个是一个必经的过程，我需要面对。但是我无惊吓，我无恐慌，我嘛无伫遐感觉无茫渺，因为我知影我有一个耶稣基督予我救恩啦。所以兄弟姊妹，咱感谢主。对拄则咱读到诗篇，才会经查咱用后壁面来回顾讲，对耶稣基督伊的降生，咱抬杠，看见即个经文互咱的一个提醒。诗篇的诗人安尼记得讲，就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是呢，伊的恩典甲疼是永恒的。然后伊用3个阶段来讲，伊讲原以色列讲，表示讲伫遮以色列的民族。内面，逐个人拢真正肯定甲把握，讲上帝慈爱煞到永远。伊袂随便便讲袂就袂，就啦讲耍脾气无啦。上帝疼是永恒的，伊是至善的，伊的疼煞到永远。伊若是讲以色列讲讲原阿伦祭司的家嘛讲，这是表示讲，这宗教人员，这祭司，伊嘛是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过来。延伸到所有的人，伊讲愿所有敬畏上主，意思讲，才欢喜接受主做因的救主，接受上帝的人，伊嘛是安尼学了感谢讲，伊的慈爱煞到永远。所以是一个阶段的愿以色列，愿阿伦祭司，愿敬畏上主的人祈祷来安尼学了讲，伊的疼煞到永远。伫什么款所在来印证上帝应允呢？伊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就答应我，解救我。讲上主若甲我同在，我袂惊吓，拢人会当甲我安怎？表示讲，咱人伫世间无有什么款的保证，讲我大概是平安无事，我无有任何的困境。当你对上帝哀叫的时阵，听候主的应答的时阵，主就要甲我同在，我就无惊。人若是会当超越迄个惊吓，超越迄个恐慌，超越迄个无确定的时阵，你的心就自在。伊讲人会甲我安怎？咱旧的圣经是讲写法题我答话有无？迄个旧的话就是讲我就无咧惊啦，任何的惊吓我拢无在意啊，因为我有主通倚靠。这是一个对上帝迄个慈爱永远伫地一个呼叫。所以兄弟姊妹，抬杠这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上帝要送你一项真正贵重的礼物。这贵重礼物有几个意思？第一个，这个真正珍贵的礼物是主耶稣伊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得到的。这礼物不是讲我就一个珠宝互你，我一个足水的欧米茄，是一个足好食的这个巧克力，伊是一个耶稣用生命换来做代价。今日咱若是要讲这个礼物用什么来代表，就是圣餐。所以咱后礼拜不过用圣餐，有的回应讲圣餐就
牧师主持一下分的安尼啦，毋是啦。迄个意思是讲，我要得到这礼物的心态，我有要得到无？这个永恒的礼物，我要得到，是通过圣餐这一遍，搁一遍咧提醒甲印证。而且，这份礼物是足长久的礼物，是让刷到永远的礼物。耶稣的救恩是永远伫地。过来，这是一份上界实际的礼物，因为你每一天拢用着伊啦，吼。所以拄则我有提起讲，咱抬杠节，耶稣基督的降生是要，互你的生命、你的人生得到改变的。阮有时甲一寡同工伫三角分享的时阵，有咧感觉到讲，事实是安尼。咱的教会侪人欢喜受洗，伫咱小组也是幸福小组，伫甲遮的无道友 best 伫互动的中间，拢知影讲，逐个人拢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当然有的是安尼真甘心的故事，嘛是有真侪是哇，听起来是伤痕累累的故事咧。但是上帝听伊，毋甘伊继续受苦。讲是啦，伫人的范围甲困难的中间，你超出嘛努力嘛拍拼过啊，无人甲你苛刻啊。但是你爱甲你的重担来交互主，你要将你人生的困境来互上帝甲你改变。所以真侪人是因安来信耶稣，而且呢，因伫小组的内面，伫教会内面受接纳。人无甲伊另眼相待就对啦，讲你就是我所疼的亲人就对，你是我所疼的兄弟姊妹，所以人因安尼，伊心开始得到稳固，伊开始用新的眼光来看人生。这拢是耶稣基督降生所带来迄属灵的规律，通过咱这群人所领受主的教示的人来学习安怎互人得到改变。所以兄弟姊妹，感谢主，咱看见。加拉太书保罗所写的批内面印证一句话，讲：毋过时机到，上帝找家己的囝，互伊对负人人来出世。这个故事咱拢已经知。讲时机到，讲互伊活伫律法的，就是讲用人的这个社会制度，耶稣生活伫这中间就对啦。伊讲，就是因为伊道成肉体，成做咱人，知影人的苦痛，知影人的心思，知影人的不足，知影人的邀饿，知影人的困难，所以呢，伊要救赎活伫律法的人。所以，咱信的上帝，毋是高高在上的上帝，咱的上帝是真正落来甲咱做伙做朋友的。所以，咱新的圣诗内面有一段圣诗内底讲也。上帝吼，亲像老爸，亲像老母，亲像囝儿，亲像安怎，拢咧讲到这个身份，就对，是咧描述耶稣基督安尼来到咱世间。伊讲要互咱通，甲咱收起来做囝儿啦。互咱这已经离开主远远的人，因为伊活律法的，互咱看会到迄个救恩，所以欢喜就近主，领受主的祝福。兄弟姊妹，抬杠节若是遐尼深沉的意义，你敢无讲？有影我都爱备办心，毋是等迄日庆祝六日安尼就过啊？啊是讲有的兄弟吼，有的同工吼，咱嘛爱为因祈祷咧，因无闲咧，无闲要准备，无闲要准备圣诞节要安那庆祝，主持了老师无闲咧教遮囡仔，教足劳烦就对，教足无闲，说嘛甲迄个家己得到上帝所享受迄个恩典怎？毋是讲伊毋知啦。都无用，咱袂记去啊！这拢是咱爱随时调整，讲用灵修、用祈祷来做调整的。